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35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19章看到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同时也看见耶稣来洁净圣殿，使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见耶稣他在耶路撒冷所受到的挑战还有质疑。有一日耶稣伫圣殿的教士人佮传福音，有祭司长跟教师甲长老做伙来，问伊甲阮讲，你靠什么权柄做遮的代志？什么人互你这个权柄？耶稣应讲，我嘛要问恁一句，恁甲我应。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是对天还是对人来的？因互相议论，咱若讲对天，伊会讲安尼。你安怎无信约翰？咱若讲对人，众人会用石头甲咱钉，因为因拢信约翰是先知，所以因讲，毋知对倒位来。耶稣甲因讲，安尼我嘛毋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遮的代志。那在这一段记载当中，有马太21章、马可11章，接续跟路加福音一样的记载但是约翰福音只有记载到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城，后面就又以约翰自己的记载来记载。但是在这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后，我们可以看见马太有提到他做主无花果树，然后呢就是接着在圣殿当中教导就犹太人的祭司，然后经学士来挑战耶稣，他为什么有什么权柄可以在这教导。好，那马可也是一样，从无花果树得了教训之后呢，就有这些的祭司长、经学教师、长老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而耶稣的回答其实可以很直白的回答，但是呢，耶稣先反问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施洗的权柄，因为约翰他的权柄就是为人赦罪的权柄，他传悔改的这个洗礼叫人要悔改接受洗礼，因为天国近了。那接受洗礼呢，也代表是一种他悔改的决心有许多人来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耶稣反问这一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那这些人就是耶路撒冷公会。公会呢有71个人，他们这就是办理所有犹太人宗教事务的决策，所以他们的权力权柄很大。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公会来在宗教上面来断定到底洁净不洁净，有罪没有罪所以他们现在就来拷问耶稣，他凭什么在权柄在圣殿里面来教导百姓，甚至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那他们质疑他的权柄但是耶稣这样反问他们之后呢，他们开始反而不知道怎么样招架，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先去想，如果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上帝来的，那耶稣就会反问，那为什么你们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相信约翰不成为他的门徒呢？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不悔改呢？好，那所以他们不想要接受约翰第一个这个答案，约翰的权柄从上帝来。但是如果他们又选择另外答案，约翰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他们就会这样，怕被人用石头打。因为呢，群众都相信约翰是个先知，是上帝所差来叫人悔改，因为天国近的。哇，这下呢，耶稣的权柄，他们质疑耶稣，反而被耶稣一句话给问倒。所以最后他们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那可见呢，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其实他们是真的知道，从心里知道，但是他们嘴巴硬要挤出一句话说不知道。这让我们看见这些心里面的人的刚硬呢，是非常的刚硬所以即便他们是一个操弄犹太人宗教事务生杀大权的公会组成分子，包括里面还有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但是呢，他们却昧着良心，好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好，甚至呢，就是连耶稣用这样口头反问，让他们有一个承认好犯的承认自己过犯的机会呢，他们也硬要挤出一句不知道，所以耶稣就说任凭他们，好，任凭他们，所以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接下来比喻呢，一样在马太、马可都有记载。耶稣各用一个譬如，甲众人讲，有一个人开垦一窟葡萄园，伊将这窟园租予佃农，后来出外真久，收成的时到，伊找一个仆人去佃农遐，要甲因收园里的果子，佃农甲伊拍，互伊空手倒去。主人阁找别个仆人去，因嘛甲伊拍，互伊甲伊侮辱，赶伊空手倒去。主人就找第三个仆人去，因嘛甲伊伤害，甲伊赶出去。后来葡萄园的主人讲：但我着安怎做？我要找我所疼的囝去，因大概会甲伊尊重。毋过佃农看到伊，就参详讲。这个是伊的继承人，咱来甲伊抬死，安尼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因就甲伊迄出去葡萄园的外面，甲伊抬死，安尼葡萄园的主人会安怎甲伊处理？伊会来找灭遮的佃农，将葡萄园租互别人。店人听到遮的话，就讲：千万毋通有即款代志。耶稣注意甲因看，讲圣经所记载是甚么意思？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所有摔落去迄块石头顶的人，会摔甲喙骨分尸；互迄块石头缀着的人，会缀甲喙糊糊。我们今天念到19节，迄时经学教师甲祭司长。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喻是伫指因，就想要当场下手掠耶稣，不过惊众人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天天在圣殿教训人，甚至呢用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比喻呢，让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一而再再而三能够有机会悔改，甚至还搬出了施洗约翰这个上帝所差来的真的仆人，但是呢他们居然可以睁眼说瞎话，所以耶稣只能够用个比喻所以我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有把这个连接词接着翻出来那个和本没有翻出这个字所以这个二元户坏佃户佃农的比喻呢，其实是接在前面法利赛人就是公会宗教事务管理宗教事务的公会挑战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呢，耶稣的回应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人有葡萄园出去之后呢，给这些佃农，这些佃农是复数。所以呢到一段时间主人回来了他连续派3个仆人要去收他应该收的部分，但是连续3个呢都被殴打都被侮辱都空手而返。这个主人呢还是呢还是相信这一群的佃农的良善所以呢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叫去，而且心中想说这次他派他的儿子应该好歹也该尊敬吧。结果呢这次派去呢，这些佃农的心里面呢更恶毒恶毒到怎样呢？不仅是不交这些佃租收成，甚至还想到说要侵占霸占，只要把这个主人的继承人儿子给杀了那这一些的葡萄园我们就可以霸占，就可以占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土匪，就是一个强盗所以这个也是耶稣在这个耶路洁净圣殿里面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贼窝。贼不贼呢？看起来这一些的宗教人士是很贼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对这些的宗教人士公会里面的祭司长、经学士、文士、长老所说的。
但是呢，好，果然他们真的就把这个主人的儿子给杀了。好，但是耶稣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好，就很快带我们进入到重点。好，所以最后主人该怎么做呢？主人会束手无策吗？好，还是假装视而不见呢？好，不会，主人呢，好一定会来除灭那些的佃农，甚至再把这个葡萄园呢，好转给别人，好来耕种。好，那这些人呢就被除灭，好就被除掉。但是呢，听耶稣这个比喻的人显然都听得懂啊，好，所以听见的人都说绝对不可，好，绝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好，千万唔通有这款代志。所以他们是听得懂哦，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就好像好是在这个承租上帝的产业，做上帝产业的管家啊，他们有的拿到5000，有的拿到2000，有的拿到1000，有的是10锭银子，好，每个都有10锭银子的其中一锭哦，啊，有的是能够赚另外10锭赚5锭，好，但是却有人把它包起来，什么都不做。而耶稣呢，看着这些听得懂的人，有反应的人，就对他说：经上所记，泥水匠，就是匠人所丢弃的这一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房角石。好，那这房角石有两种，一种是在房子的这个corner转角地方，一个是在这个房子最后门要盖起来中间那个撑住的地方。不论是哪一种呢，那个石头呢，可能是一个一开始不适合拿来盖房子，但是到最后却能够找到那个安置的位置。甚至能够让那个房子能够坚固好的一个重要的石头，因为那个拱起来的房角石，如果抽起来的话，这个拱门可能就会松动，就会跌得粉碎啊。所以这个房角石它本身呢，就是一个能够撑住其他的石头，以免其他的石头从上面掉下来而摔得粉碎。耶稣说，谁跌在那一块石头上，谁就粉身碎骨。那块石头其实最后是谁呢？我们从这个比喻来看，耶稣就是那个主人的爱子，但是那个爱子呢，被丢弃，其实他却是这整个房子当中最重要的房角石。而这些的佃农呢，就是这些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公会的组成分子。上帝派第一个先知，派第二个先知，派很多的先知，但是这些先知他们不是打他、伤他、杀他，让他空手而返，甚至他们还想要霸占上帝的耶路撒冷，上帝的殿，因为这个殿呢，是神的跟神祷告的殿，他们却是拿来做生意、做买卖，来图利自己的殿，所以变成贼窝。好，那耶稣这个比喻呢讲得很清楚。好，19节说，经学教师、祭司长都知道耶稣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们说了之后，耶稣也是给他们有机会再认罪悔改的机会。不过在他们来听呢，只是更小灯熊听，就想要当众逮捕耶稣啊，吞不下这口气。但是为什么不出手呢？因为一样，耶稣在群众的保护当中，跟前面一样，就是昨天读到的，耶稣在圣殿教训，领袖想要杀他，但是找不到方法，因为百姓都支持耶稣，所以这些的宗教人士，只能够转而去抓耶稣的把柄，来挑弄是非，最后呢，让这群众，盲目的群众，起来反对耶稣，甚至高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也提醒我们耶稣的权柄到底是从上帝来，还是不是从上帝来？这个答案我们心中如果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把它忘记，不要像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一样，而是应当既然明白相信，就要好好的来尊荣这一位神的儿子，同时也要好好的来尊敬他，而不是来辜负他。那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一群的宗教人士，
不怕神，却很怕人呢、好，因为呢，他们因为人的关系、群众的关系，很多想做事情不能做。可是呢，上帝很多想要他们做事情，他们却不怕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昧着良心来敌对神，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面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完全，我们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子的好，也不能够来用自己任何的好来换取一点点的称义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是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你将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敬爱耶稣，好好的来跟随耶稣，好好的能够来顺从主耶稣，而不要辜负主耶稣让我们真正学习敬畏神，也敬爱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好，大家平安。